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 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7月20日至2026年7月24日嘅香港股票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港股上週五跟隨外圍市場大幅回落，恒生指數一度失守25000點關口，並跌穿50天線，技術面再次轉弱，整體市況重新陷入不明朗。不過，經過急跌之後，指數已經回到主要支持區域，短期出現技術性反彈嘅機會增加，升軌整體仍然未被破壞。如果能夠企穩目前位置，不排除後市有機會重新挑戰100天平均線，甚至更高位置。正面因素方面，資金正由過熱嘅人工智能概念轉向傳統科技同互聯網權重股，為大市提供一定支持。騰訊同阿里巴巴等藍籌股表現相對回穩，有助穩住大市氣氛。市場對人工智能熱潮嘅質疑加深，反而令日韓相關股市受壓。港股因為之前未有過度參與人工智能炒作，所以得以獨善其身，低估值優勢逐步顯現。投資者開始重新關注傳統互聯網板塊嘅價值，預期呢個將會成為短期反彈嘅重要動力。不過，負面風險仍然存在，美元加息預期再次升溫，加上中東局勢不穩，伊朗同美國停火破裂，霍爾木茲海峽受阻，導致油價升至81美元，全球風險情緒受到壓抑。恒指短期已經累積一定升幅，上升動力明顯減弱，未能有效守住25000點關口，短線面臨進一步整固壓力。下方首個支持位睇24200點附近，如果調整加劇，不排除有機會測試更低水平。綜合嚟睇，下周初大市可能先以回吐整固為主，但技術性反彈走勢仍然未完結。喺外圍波動加劇嘅環境之下，港股低估值同權重股支持可能會成為重要防線。投資者宜關注25000點關口嘅得失，以及傳統科技股嘅資金流向，短期操作上仍然要保持謹慎，而等待更清晰嘅突破信號，再作部署。